高雄大寮81期是当地头一个公办的中卫区，是以客家为主。即马市政府是要伫遮起5个特色的公园，其中有4个已经完工。透过公民参与讨论，要设计无同款的主题特色。也毋过，这维护费也比传统的公园要搁较贵。 囡仔伫公园耍耍，耍甲真欢喜。这是高雄大寮81期上线公园，嘛是大寮头一个公办市地中化区。因为这客客较济，市府规划5座公园，目前4座特色公园已经启用，其中2座有无共游乐设备，适合所有年岁囡仔来耍。要公园是地方地绿地为主，会当降低落雨期间排水压力。 今天看到的包括2座公园，2个滞洪池，又紧邻着凤凰山。新公园拄起好，当地里长所烦恼讲，因为大寮遮加高饮水，未来若是拄到落大雨，嘛惊讲排水系统无够好。因为这个地区以往是一个淹水的地区，起码都没下雨嘛，我们看雨季来了以后。 它这个排水量是不是顺畅？高雄市这几年推动特色公园，市府按算拢总买起100多座，不过特色公园维修也引起讨论。民间团体是认为特色公园是较符合家长囡仔的需求，维修费本地就会较悬，认为市府应该按逐个月定期巡检，设备专派去才修理，维修费本地就会较悬。亲子来玩的时候发现说，这个秋千坏掉了，或者是这个溜滑梯破掉了，然后。 民众才打1999，然后去通报。那其实那时候，那个油具的破坏就已经会是非常严重。干部局表示讲，特色公园的维护费确实比传统公园加4倍，未来选用较用的优质材料，嘛会增加维护预算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